假如讲有人送钱互你，敢好？这爱看看啊！新北市邦桥一位停车场啊，这车主来开车，亲目睭就看到一个查某囡仔摕一袋批落啊所底现金，放伫伊的车底，这个真高呢。哪有这好康的代志？这车主啊，警觉心真强，马上摕手机啊，完全的在录影录起来，一直问对方你到底是安怎要放钱伫我的车底咧？来看对方是咧变什么梦？他叫我放这里。拿什么？你塞了什么？一个查某人鬼鬼祟祟，互发现了，徛伫咧车边啊，把钱摕出来。你塞我的钱啊？你塞你的钱放在我车下面干嘛？因为等一下我主管要过来拿。你主管过来拿，你不跟你主管直接约，你塞在我车下？因为那个我们家主管就是那个黑啊。哪个？讲出来。我没有什么啦，对啊。查某人动作真过激，互人撞到，车主一直敢问，伊话嘛讲袂清，我哋就做伊走。你要去哪里？代志发生伫23号下晡，新北市邦桥区中庆路一架停车场，查某人行为真过激，互车主感觉真焦急。在我车底下放那一包，应该是钱之类的。他主管跟他约，等一下要来这边拿钱。那我就回他说：“你跟你主管直接约就好，为什么要放在我车底下？”然后他就开始回答不太出来，然后就开始快步要离开现场。其实大部分绝对是这种车手第一线提款的车手，他去跟被害人收取了赃款以后，接受详细的指示，然后把钱放在这个固定的地方，接着就会有收水来收钱。这种方式叫死转。资深的警察就判断，若真正是安尼，这个钱唔若放车卡，嘛有可能放伫咧公共便所甲花园。车手事后来体袂记着面，就是要设长点，避免红脏掉，互相指认。倘若影片中的行为人后续有将钱捡起来，并据为己有的意识，可能会有侵占遗失物的问题。建议发生此情形时，先录影存证，并请警方到场处理，避免以后的纠纷。好在这车主有警觉录影做证据，佮讲煞尾会按算报案来自保。民众若有注意到车主行为，一定要随报警察，来当斗3工来打击犯罪集团，卖当保护家己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